报消息，针对金华城容积率相关的争议，台北市议会组成的调查小组，也毋过只嘛讲有案外案。有这个平面媒体咧写讲，调查小组的调集人也就是台北市议员游淑慧接受访问时表示讲，这个案件敢若有金流异常，这个话一个讲出来，和金华城这个董事长陈玉坤真生气，讲要加告，讲这个议员黑白讲话。游淑慧嘛随召开记者会讲，这根本是拢黑白告。有就有，没有就没有。 不应该用上影射的。金华城的董事长陈玉坤亲身来按铃提告，要针对台北市议员游淑慧。游淑慧议员啊，变本加厉，对我们金华城农机案无中生有的认为有金流问题，这部用被搞你看哦，故意这个造谣、带风向，让人家误解啊，我们有不华的情势，荒谬而且乌龙，其中。 一部分是提到说有一些传闻的部分跟一些爆料检举的部分，我们是不列入调查报告里面。我会建议接到这个检举爆料的人哦，自己去跟检调告发哦。鸡蛋里挑钢筋哦，就是抓到了一件事情啊，就刻意要提告，是不是意图哦要让这个调查小组，尤其是我心生恐惧，然后对于7月的这个调查报告啊有影响啊？我想社会自有公平啊。双方空中相骂，原因是金华城不满游淑慧受访的时阵讲到可能有金流过用的代志，不过游淑慧是背回，根本是挑工咧找麻烦。我未来也会跟我的律师讨论了，我也不排除会提起这个诬告。财团当然你有钱有律师团，你想告谁就告谁。但是如果想要用这种方式哦来阻止议会调查行政部门的一些疏失的话，我觉得已经过了那一条红线。空穴不来风，一定是他有提到什么，人家才会写。议会嘛组成调查小组，针对金华城容积率的争议来进行调查，即嘛有案外案，东组各议组，双方是三牛角角。Hello， 我是林仙怡，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